呢一個係靜態身體掃描練習，你可以揾一個舒適嘅地方，等自己好舒服咁樣瞓低落嚟，輕輕嘅合埋對眼，等你嘅背部貼住你張床，或者係一啲嘅軟墊，雙腳平放分開，手臂好自然咁樣放喺旁邊。身體掃描就好似係一次嘅身體旅行一樣，過程入面，請你帶住關心，留意成個身體，唔理係觀察到一啲你鍾意嘅感覺，又或者係一啲唔鍾意嘅身體感覺，都係可以一一咁樣去留意、觀察。而過程中，分心係一個好自然嘅事，並唔係做錯咗啲乜嘢，或者係做失敗咗，所以你係完全唔需要去怪責自己嘅。其實當你留意到分心，反而要讚下自己，因為你留意到呢一刻嘅狀態，然後只需要慢慢咁將注意力帶返去身體嘅感覺就可以啦。而家請你留心聽住鐘聲，直到佢完全消失為止。而家你可以觀察一下身體瞓喺度嘅感覺，雙腳、背部、手臂同埋個頭。然後你可以將注意力放喺呼吸嗰度，留心一下，當空氣進入你嘅身體，空氣離開你嘅身體，嘗試感受一下，當吸氣嘅時候，你嘅肚係會慢慢咁脹起嚟，呼氣嘅時候，你個肚係會慢慢咁收縮。一吸一呼，一吸一呼。而家你可以好溫柔咁樣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雙腳，帶住一份好奇心，觀察一下你嘅腳趾、腳掌、腳面同埋腳踭嘅感覺。會唔會有一啲暖嘅感覺，又或者係涼嘅感覺？可能係一啲痕嘅感覺，或者係痛嘅感覺，抑或係同對物接觸嘅感覺，同地下接觸嘅感覺。
請你帶住呢一份好奇心，留意所有嘅感覺。有時候，如果你留意到係冇感覺嘅話，都係一個發現嚟㗎，並唔需要特登咁樣製造任何感覺。而家可以將我哋嘅注意力帶到去兩邊嘅小腿、膝頭同埋大腿，留意一下呢一啲嘅部分係有啲乜嘢嘅感覺呢？當佢哋同條褲嘅接觸嘅時候，又有啲乜嘢嘅感覺呢？可能你會發現心入面有一種好想喐下呢一隻腳嘅衝動。喺呢一個時候，你可以慢慢嘅觀察下呢一種好想喐嘅感覺係點嘅呢？好想喐嘅時候，身體邊一個位置感覺係最強烈嘅呢？試下只係感受住呢一種好想喐嘅感覺，但係等我哋嘅身體繼續靜靜地唔喐咁樣瞓喺度，慢慢嘅觀察住所有嘅感覺。而家你可以將注意力由對腳帶到去個肚、心口同埋背部，帶住呢一份好奇心，留意一下依家呢幾個位置有啲乜嘢嘅感覺呢？呼吸嘅時候，感覺有冇啲乜嘢嘅變化呢？會唔會覺得個心喺度跳動呢？而家可以將注意力帶到去我哋嘅雙手啦，試下感受一下雙手同地面嘅接觸。喜歡嘅話，你可以試下感受一下手指、手掌、手背同埋手腕嘅感覺。如果你發現你分咗心嘅話，係唔緊要㗎，只有好溫柔咁樣，慢慢嘅將注意力帶返去雙手嗰度就可以啦。然後我哋可以將注意力帶去手臂嗰度，手臂嗰度係有咩感覺嘅呢？如果你喜歡嘅話，你甚至可以試下感受埋手臂嘅肌肉同埋骨頭嘅感覺，呢一啲嘅部分
有啲乜嘢嘅感覺呢？跟住，我哋就可以將注意力帶返去個頭部啦，試下感受一下頭嘅後方同地面嘅接觸，呢一啲地方有啲咩感覺嘅呢？喜歡嘅話，你又可以嘗試感受一下你嘅頭髮，頭髮嘅部分有啲咩感覺嘅呢？我哋可以將注意力帶去成塊面度，嘗試一下，感受一下你嘅眼睛、你嘅耳朵、你嘅口部同埋你嘅鼻哥嘅感覺。呢一啲嘅地方，而家嘅呢一刻有一啲乜嘢嘅感覺呢？最後，你可以試下觀察成個身體嘅感覺，唔需要再分邊一個部分，就咁靜靜嘅瞓喺度，觀察住每一種嘅感覺，同時間將注意力保持喺呼吸同埋成個身體嗰度。如果你分咗心，咁係唔緊要㗎，只需要好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同埋成個身體嗰度就可以啦。好快，我哋就完成咗今日嘅練習啦。請你好好咁恭喜一下自己。我哋今日好留心自己嘅感受同感覺。陣間鐘聲就會響起，等鐘聲完全消失之後，你就可以慢慢嘅打返雙眼啦。